我甲阮小妹，作者高家辉。我的小妹是一个优秀的人，我甲伊做伙大汉的，感情足好的。伫细汉时，我拢会烘米酸佚佗物仔，也是翁仔，我甲伊拢算甲足欢喜的。我会记得伫我读册时，伫我读高中的时阵，大约8、9年前，我的身体无好，伊拢伫咧我的身躯边陪伴我，点点听我的心情。毋管我安怎讲互伊听，伊拢全部接受。虽讲我的状况有时好，有时歹，伊拢对我足赞的。我即摆想起来，若毋是阮小妹，我早就捡甲去啊！心内实在足感谢伊的。伊有讲落，阮阿爸甲阿母嘛是足照顾的，阮一家伙仔感情拢真好。我足幸运生伫即个家庭，我真心感谢因。